这礼拜啦，就是5日节啊，中华有民间团体举办文化体验做爱心的活动，去学校教学生囡仔白粽，那一部分的肉粽，学生囡仔摕回去食，另外一部分的肉粽呢送予弱势民众。学校表示讲，希望透过活动，让学生学到珍惜甲分享精神。先甲粽盒凹做三角形，然后较饭放肉粽鸭。5日节就要到啊！中华有学校甲民间团体合作举办白肉粽做爱心的活动，袂少学生啊拢是头一届白肉粽，感觉真趣味。无肉粽，今仔日我是头一次包。今仔日阮来包肉粽，我想要送互迄一寡需要帮助的人，我感觉即摆最有意义的。真人基金会中华站表示，因主要是咧服务社会便利户甲有路无厝的人。这边伫5日节进前募到500粒的肉粽材料，请志工来学校教囡仔人白肉粽，除了互学生体验过节气氛，嘛会甲学生白的肉粽送互较弱势的人。即摆囡仔甲我大人拢可能无包过肉粽，仁安基金会来阮太和国小教囡仔白肉粽，互囡仔学会晓白肉粽了后，可会使甲爱心分给有需要的人。伫迄咱的大都市，有较侪遮的机会，会使互一寡人知影讲因足艰苦的。但是伫咱中华遮机会是较少的。咱嘛希望讲有咱的乡亲父老会使做伙来帮助咱遮的较善遮、较可怜的人。真人基金会表示，伫走路生活流浪者多数是因为经济、身体、家庭问题这原因，为民众因为无啥了解，所以对这艰苦人、寒暑有路无厝的人会有负面的印象。基金会配合节庆办活动，嘛希望大众会当加来关心弱势者的相关议题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